大家人，你们看到那个风扇吗？哎呦，很慢呢，热得要死啊！你看，还好我有这个 Mayfair 的，你不要看它这样得意得意哦，很像很没有力这样子的 pattern 哦。其实你错了，因为这个它叫 Turbo Jack Fan，它的名字都很威水一下了哦。这个真的是很厉害一下的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那个风力啊，真的是很大，而且哦，它还可以调节有冷风的哦。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天气哦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很方便你带出去啊，因为它的重量才223个 gram 罢了嘞，很轻很轻的嘞，这里还可以拆掉出来哦。你只是这样子也是可以吹啊，诶，很适合那种很怕热的人出去逛啊，还是那种有去打羽球的有去什么打匹克波那种啊，不是没有风的吗？有天 court 是没有风没有冷气的吗？很 hip 的吗？哇，这个你的救星啊，你的救星来了，我跟你讲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家，点击我的小黄包包这里，把这个 Mayfair 的 Turbo Jack Fan 带回去，记得点赞关注还有分享我的视频，拜拜。